Radio。鴻門宴菜式雞腩。相信好多人都聽講過項羽同劉邦呢兩個人，喺高中課本入邊更加有鴻門宴一文，講述兩人喺一次宴會中明爭問鬥嘅交鋒，當中嘅傳聞花言巧語，亦都使我膽痛至今。話又講翻轉頭，好少人了解過，甚至會諗過鴻門宴入邊嘅菜式究竟係點嘅呢？而我哋今日再次有幸請嚟咗車輛與大炮工程國家一級教授崔牛嚟為我哋解開關於鴻門宴嘅一啲謎團。你好，崔教授。由於崔教授喺北京嘅大姨媽翻嚟探佢，所以呢一期崔教授嚟唔到。根據歷史記載，當時喺項莊舞劍之後，劉邦仍然遲遲唔想離開，係因為好想好好咁品嘗鴻門宴嘅山珍海味、人間極品，真係名副其實嘅為咗食連命都可以唔要，到最後都仲係要咬住一個雞髀，強硬俾人扯走。為咗知道鴻門宴入邊究竟有咩美食可以令到劉邦流連忘返、樂不思蜀，我哋相關嘅部門馬上成立咗一個特別調查小組，經過攀山涉水、切肉偷香，終於喺嵩山少林寺類似第三個尿兜嘅擋板下邊呢，係揾到咗當年鴻門宴嘅餐牌。原來鴻門宴上嘅每一道菜都需要經過25日嘅採購、7749日嘅熬製，同埋9981日嘅攤凍，先可以拎上台嘅。比起九大簋，滿漢全席都要虛行。當中選料精細、價錢公道、童叟無欺，難怪劉邦都流晒口水啦。據鴻門宴菜單所述嘅翻譯，鴻門宴中嘅菜式包括馳名中外嘅七仔魚蛋、老少咸宜嘅鹹魚雞粒炒飯、難度極高嘅爆炒水蛋、健康有益嘅土豆炒馬鈴薯、蝦米燉冬菇、芥蘭炒魷魚、紅燒一碌角、魚翅撈粉絲、雙層吉士堡焗葡撻，仲有呢個乾蒸、蝦餃、燒賣、奶黃包、生肉包、蓮蓉包、豆沙包、叉燒包、白色西多士、外帶全家桶、台灣滷肉飯、川配琵琶露、一日杏鮑散、含燒半布丁、雲南白藥做湯底嘅雲吞麵，同埋乾炒牛河嘅。至於甜品方面，佢哋會提供單式雪球、雙式雪球、三式雪球同埋四式雪球俾賓客選擇，並且每週三2人同行1人免費，週六全場半價，購滿199蚊即可獲贈半杯板藍根，真係色香味俱全，聽到都心喐喐啊！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特別對食呢方面十分講究。今日我哋趁節目有剩餘嘅時間，嚟教大家點樣整呢味五柳炒蛋。將鏡頭交俾江南西錄音閣隔離嘅銀記粉腸店嘅首席大廚湯豬鄧湯師傅。好歡迎又嚟到咗呢個日日要食神節目。今日由我嚟介紹點樣整五柳炒蛋呢款菜式。喺講點整之前呢，我先同大家講下，其實五柳炒蛋都有段古嘅喎。相傳喺好耐之前，五柳炒蛋其實唔叫五柳炒蛋，係叫四柳炒蛋嘅。咁喺東晉末年有條友叫陶淵明，佢對蛋非常之狂熱。當佢學成點樣煮四柳炒蛋之後，發現佢嘅口味未夠重喎，於是改用公雞嘅蛋作為原材料，柳樹樹枝作為柴嚟到炒。於是佢將呢味新菜式稱為五柳炒蛋，所以後人將佢稱為五柳先生。閒話少說，言歸正傳。首先我哋要準備柳葉5條、茄醬1撇、花生油2羹、雞蛋6隻、糖2茶匙，仲有啲橙皮添。首先我哋用右手將茄醬擠落啲柳葉度，然後倒埋啲糖落去，用力攪。呢度要注意，攪得要好有技巧。係點呢？首先順時針攪361.5度，再逆時針攪723.6度，多1分少1度都唔得。跟住用新鮮嘅花生油炸到啲雞蛋金黃色咁款，再放去預先準備好嘅橙皮度，淋上啱啱配製好嘅五柳汁，咁就大功告成啦。好，鏡頭交翻俾節目組。好多謝湯師傅。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鴻門宴同埋最耀 B 精彩內容，輸入呢個網址啦。今期嘅節目又要講拜拜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